大家好，我係張海，一個地地道道嘅香港男仔。同好多人一樣，我屋企好普通，我自己亦都係一個好普通嘅人。但我心入面一直有個諗法，我唔想成世都係咁，營營役役，普普通通咁就過咗去。我想行出去，搵返一個屬於自己嘅機會。成日有人問我，喂，阿海，你係咪傻咗啊？點解會揀去加納咁遠？唔驚嘅咩？老實講，我當初決定去加納，真係唔係因為嗰度學費平，而係因為嗰度嘅機會真係多好多。點解我最後會揀加納？嗰陣我手頭上同時有兩個 offer， 一個係英國蘭卡斯特，一個係加納蘭卡斯特。我好冷靜咁諗過，英國市場成熟到爆，競爭大到飛起，好多機會一早俾人霸晒位。加納成個市場仲係升緊，爆緊，好多嘢都未有人做，未有人爭。我心諗，橫掂都係，不如搏一鋪，去一個真係有空間俾我發揮嘅地方啦。結果我就咁去咗加納。嚟到加納之後，我先至驚覺，原來自己係可以咁做到嘢嘅。喺呢度讀書，真係唔係坐喺冷氣房聽書，考試咁悶。我哋係要真刀真槍落場做嘢㗎。例如，幫本地企業做 market research， 幫品牌做數碼轉型，同 team 齊做數據分析，搞 pricing model， 甚至係一齊諗跨國市場嘅發展策略。我仲去咗參加科研比賽，之後仲入埋一間跨國公司實習。如果喺香港或者英國，好多嘢可能只係紙上談兵，但喺加納，我今日學嘅嘢，聽日就要攞去用。呢種即學即用嘅成就感，我真係第一次感受到。好多人一聽見非洲，就覺得好落後。講真，嚟之前我都有啲驚，但嚟到之後，我真係俾佢震撼到。呢度電商發展得勁過香港，我終於明啦，機會唔一定喺最發達嘅地方，但一定係喺增長最快嘅地方。我啲同學仲要係來自世界各地，尼日利亞、肯尼亞、印度、大陸，每個人都好有火，好有 idea。喺呢度，我不單止睇到個世界，我仲睇到自己嘅可能性。好多時，普通人唔係冇機會，只係你喺錯嘅地方努力。喺香港，我點努力都好似追唔上個車尾。但嚟到加納，我第一次覺得，喂，我真係得喎。原來我可以唔使同人塞車，我可以自己開一條路出嚟。努力固然緊要，但最緊要係你要喺啱嘅地方努力。如果你都想試下行另一條路，如果你想實戰，唔想再紙上談兵，如果你想比同齡嘅人行得更快，睇得更遠，加納蘭卡斯特可能真係你人生另一個精彩嘅開始。多謝大家。